就是等我。你别这么翻，这个翻过去。这边都没有位。哦，那绝对可以啊！哇，这么大，接下来了。挺起肥的。加过来的。哎，这个你看是啥？我看一下，好的，我看一下。你看你花不了。这娃子。你要做一个吗？做。你要不要做一个？一个鸡吗？一张能我查了。你要不要说？我在哪？这手艺太强了，这个。要弄。完全不乐器了。他这个画的圈子正好是在那两条线中间。哦。小孩子。那个大。爪子放的很屌。这么大这个娃。来说，不要，先举给你。你要龙包，你要再来一个。这个怎么说完了？哎，有点长了，不吃了，就吃了。这个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哦，他老师来这没好几块。多少钱？人家这么大，你说几十的？不是放，然后放到衣服。是哪呀？来，妈妈。要拿好好的，被别人碰掉。我应该是最大的吧？对，还有凤凰。哦，孔雀凤凰，这只都挺大的。凤凰，这种吧，我这好像只是凤凰。哦，好看，拿好的。哎，撞死了，来妈妈拿了，撞死了。找了啥玩意儿？这个多少钱？小的3块，大的5块。